咱礼拜开始，请地委员入场，请会众起立。恁今仔着我担担的着就困我要互恁安息。
咱三个来念信息，学罗上帝，信息第66首，信息第66首，万米三角自集欢喜。请坐。这时阵，请市政中会委员蔡路明长老来带领咱来祈祷。咱同心来祈祷，亲爱的主，伫你所定定的日，这个充满恩典的当中，阮欢喜快乐自集，是为着戴约信牧师、施小玲牧师、邢中央牧师、梁维珍牧师、平英道牧师、杨新泽牧师受主竞选来担当所交代的圣职。求主的圣神扶持、引带、甲蔡正道牧师正做服侍的团队，来尽忠对天来的呼召。
愿主临到这个盛会，愿主的旨意对你六位六卜显明，互因知仰望你，照你的旨意来行做羊群的帮衬，相使因的心有智慧、疼心、耐心，亲像主为着羊放杀性命，用安尼来感动咱的牧师团、甲正会友同工，以及感动六位牧师团的全家的心，因带通过这个圣礼典，互因的名来得到荣光。这时，我们用主教示阮的祈祷文，齐声来祈祷讲：阮伫天里的爸，愿你的名圣，你的国临到，你的旨意得成，伫地里亲像伫天里。阮的日食今仔日互阮，赦免阮的辜负，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无得带阮入去试，着救阮脱离迄个歹个。因为国、权能、荣光，拢是你所有，代代无尽。阿门。接续咱三个来交读启文，启文伫第12篇，启文第12篇记载伫信息的后面18页的所在。我来客列位来引。上帝是阮多闪的所在，甲快乐。所以地虽然变迁，其中的水虽然哗哗好野涌，有一条河，伊会开车，互上帝的城欢喜。上帝伫迄中间，城的确无摇动。二邦哗哗好。上帝出伊的声，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来啊，来看耶和华的所做，伊互高前线到伫地极，张长枪。恁着定定着知我是上帝。万军的耶和华甲阮伫地。来，请西罗亚诗班带咱来吟诗学罗上帝。因要吟的诗，第一首你鼓舞了我；第二首我已经决心要跟对耶稣；第三首永活的神。亲爱兄弟，大家平安。今仔日是咱教会为着亡人事工所定的这关怀主日。我想借着这关怀主日，会当互咱兄弟更较有一种的参与感。当然，这事工真需要咱兄弟的奉献。以自我更较要紧，需要咱的代祷。每一年若到即个关怀主日的时，我的心真正有两种的感动。第一个感动就是内心充满了着感恩，感谢上帝，因为伊的疼，互相的教会有这意向来做这亡人的事工，也感谢兄弟
支持甲付出。第二个感动就是每到这个主日，我拢会算讲，这个时间已经进入第几年。王朋友联谊会今年已经满28年，若西罗亚诗班到明年2月嘛进入28年，所以这段是一个历史。时间讲长嘛无介长，但是讲短真正嘛无介短。会当这时间做遮久，实在是得到上帝恩典。每一年到我这个28年以来，阮的服侍，伫遮我嘛爱来简单甲咱报告一下。目前咱王朋友联谊会，其实时间重点拢放伫即个12月庆祝圣诞节。为台北市所有的王朋友来举办一个大型的庆祝圣诞，互因逐年拢有机会来接受到这福音的信息。西罗亚诗班目前的重点依然是放伫病院甲这家乐。我想这场所是上需要上帝祝福甲伊的帮衬。望咱会当借着大道，互阮这时间做了更较好。最后，我嘛要甲咱报告一个消息。目前有2位伫写论文的主动来找西罗亚，因要用着西罗亚做主题来做因的论文。写出这件事若会当成，实在是一个真美好的事。咱愿一切荣耀拢归乎咱的上帝。真多谢，搁再一遍代表王朋友联谊会甲西罗亚诗班伫遮向兄姐12万分的多谢，祝福大家身体有健康。When troubles come, it might burden me. Lay I am stay and waiting the silence until you come and still while we pray. Raise me up so I can stand on mountains.
以前来请七千中华国家电报林长老来带领咱来读一段圣经。送我来领受上帝的话，记载伫《路加福音》第16章，《路加福音书》第16章，伫现代中文译本新约的部分126页，台语汉字版新约部分第90页，《路加福音》16章，咱以19节来读起。有一个妇人穿紫色甲幼地布的衣裳，逐日车花宴乐。阁有一个乞食，名列撒罗，变心生疼。人下伊伫妇人的大门口，爱将妇人倒骹所交留的来毒饱，狗也来治伊生疼的胃。送乡人死，互天使赋予到阿伯拉罕的行程，妇人也是煞埋葬。伫阴间痛苦的中间，行目远远看见阿伯拉罕。搁列撒罗伫伊的行前，就叫讲：我的祖阿伯拉罕啊，可怜我！找列撒罗用指头仔尾温水来凉我的舌，因为我伫这黑暗中真凄惨。若是阿伯拉罕讲：囝，就记得你在生享受你的福气。列撒罗受着艰苦，但伊伫遮得到安慰，也你受凄惨。毋若安尼，伫阮甲恁的中间有大深渊隔的，直到要对遮过去恁遐卖话，对遐过来阮遮也卖话。伊就讲，既然安尼，求主你找列撒罗去阮爸的厝，因为我有5个兄弟，互伊对因做干净，免得因也到即个痛苦的所在。阿伯拉罕讲，因有摩西甲遐个先知通听因。因讲，我的祖阿伯拉罕啊，袂啦。若有人对死人中去找因，因就要反悔。阿伯拉罕甲伊讲，因若毋听摩西甲先知，就有人对死人中搁活，因也毋受可劝。圣经读到遮。今早起，咱传播书要传讲的信息是将冷淡变做爱，将冷淡变做爱。来，请大家用恭敬的心来领受。兄弟姊妹，大家平安。今仔是咱教会的关怀主日，牧师要甲大家做伙分享的一个题目叫做“将冷漠变做疼”。有人讲，疼的倒变毋是怨愤，是冷漠。所以，这是咱今仔日要处理的生命问题。要领受上帝话进前，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恳求你，即时甲阮三甲之地，想使阮有智慧，会当晓悟你的话语，也透过你的话语得到更新甲改变。求主你激励阮，互阮会当听你的话，而且照你的话。安尼实行，透过安尼来荣光你的名，以及祝福其他的人。恳求主你教阮三甲之地，阮安尼祈祷，奉耶稣基督圣主的名，阿门。咱首先来看这个图，这个图是一个真出名的一个相片，伊是一个记者叫做 Kevin Carter 伊所翕的。伊有一边到非洲一个国家叫做苏丹。伊看到即个情景，伊就将即个伊看到的情景来翕起来，然后将即个相片的版权卖予《纽约时报》。伫1993年，《纽约时报》将即个相片报道出来了后，后来即个记者 Kevin Carter 伊也得到迄当的普利兹奖，就是新闻界上界悬的荣誉的即个摄影奖。但是即张图是公布了，这记者原本的主要的目的是期待大家透过伊的相片，互大家去面对、去关心有关苏丹这个国家所拄着的问题，就是这个国家有战乱，
有丧香、有妖恶的问题。无想到即个相片一播出了，引起真侪人的回响，真侪人真关心这个问题。但是有另外一方面的人，因更较关心即个囡仔到底状况是安怎，所以因就拍电话去到《纽约时报》去问讲，到底后来即个记者安怎处理即个囡仔？Kevin Carter 就对外发表讲，伊当时将即只伫边仔要挺好要食即个囡仔的即只秃鹰来赶走，然后摕一寡水，摕一寡饼，互即个囡仔，然后伊就要赶后一个行程，所以伊有目睭看即个囡仔一步一步爬往即个救济站，所以伊就离开即个现场。伊即个说明却引起真侪人的攻击。有真侪人讲，你看伊遐尼无关心，看对即个囡仔画面遐尼冷漠，所以大家就将即个焦点刷做攻击即个记者。后来即个记者伫真侪压力下面，伊生活中间嘛拄着真侪问题，了后伊用自杀结束伊的生命。对即个事件的中间，咱看见着真侪人咧攻击即个作者对即个囡仔冷漠，但总是其他人嘛将伊的焦点就是讲将迄个焦点变做无明。所以后来有人咧访问 Kevin Carter 的即个查某囝，伊的查某囝讲，伊的老爸亲像即个查某囡仔倒伫即涂骹，即个查某囡仔同款。世界亲像即只鹰鸟，亲像要将伊的老爸拆下落绑。通过安尼，咱知影其实咱有时咧看代志，拢对家己主观的看法咧看，有时反倒当忽略代志真实的面貌。咱是一个冷漠的人，踮伫一个冷漠的世界中间。今日耶稣基督所讲的即个故事，会当帮助咱做一寡反省。耶稣讲有一个财主，穿着紫色的袍甲幼麻地的衫，逐工车花宴乐。伊身躯边有一个乞食，名叫做列撒罗，规身躯生即个皮肤病，常常被人放伫即个财主的门口口，为着要得到即个财主桌顶所落落来，而且饼油啊来得到饱。而且毋是人轻视伊尔，连狗仔嘛常常来欺负伊，来钱伊身躯顶即个皮肤病。但是耶稣将即个场合来转变另外一个所在，后来即个乞食死去，伊被天使带伊到藏伫阿伯拉罕的怀抱中间。即财主嘛死去，但是伊却被送到阴间去受苦。耶稣讲即个故事，互咱有一个反省。耶稣咧讲，其实伫无共款的世界，无共款的眼光咧看代志。耶稣咧讲，世间人所看重甲轻视的是安尼。耶稣是一个讲故事的歌手。所以用短短几句话，就互咱明白讲，即个财主甲即个乞食伊的对比。财主穿即个紫色布的所做的外袍，甲幼麻地的衫，这是当时阵只有非常非常好野的人才会当有这种穿插。因为当时要做即个紫色的染料吼，需要真困难得到，爱去嵌落即个深海中间，对迄个一寡贝类的分泌物吼中间找到即个染料。所以这紫色布吼是非常珍贵。而且这幼麻地的衫吼，这是埃及的手工的作品，所以这是需要当时阵爱开真济价钱才会当买到的物件。所以咱看到耶稣讲两句话，互咱知影讲，即个好野人是我尔好野。而且咱知影当时阵的宗教领袖，因认为讲一个人若不好野，这是上帝的祝福。所以一般人拢真尊敬即款的好野人。咱来看另外一个人，这个人叫做列撒罗。
伊的生命的情况真凄惨，规身躯生即个皮肤病，人无要插伊，伊嘛无法度靠家己的工作来趁钱，所以只好常常来到即个财主的门口口，摕即个财主对桌顶落落来的即个物件来食，连狗仔嘛来欺负伊。世间人看这是受咒诅的，是被人轻视所欺杀的，这是一般人的眼光来看这代志。但是另外一方面，咱看见着上帝的眼光无共款。伫上帝的眼光，这财主一点仔嘛无重要。为什么？咱看到耶稣教予伊一个名，耶稣讲伊是个好野人尔，伊连名都要予伊，而且到最後，伊被带到阴间内底受苦，血血都袂付。但是咱看见着这乞者，耶稣讲伊叫做列撒罗。列撒罗原文的意思是上帝所帮赞的。耶稣咧讲一件代志，讲这受人轻视、受人欺杀、受人无重视，但是这个人伫上帝眼中，伊原看做是宝贝。别人无要帮赞伊，但是上帝愿意帮赞伊、怜悯伊。所以，如果咱来将这段经文向前去看，伫16章的15节，耶稣捌讲一句话，伊讲：因为人所看重的，伫上帝眼中却是万分的。虽然知上帝眼光甲人的眼光是无共款的，咱即马就要来看讲，为什么上帝无欢喜这个财主？敢是因为伊的产业？其实毋是，伊生命中间有一个真重要的缺点，就是伊对人轻视啦，无关心嘛，蔑视。财主无受上帝欢喜，毋是在伫讲伊屎眼真济。咱看着圣经中间，耶稣有真济好朋友，拢是好野人。所以财米济少，毋是上帝看人的重点。这财主之所以无受上帝欢喜，是在伫伊生命的态度。伊蔑视真济代志。第一，伊蔑视上帝的律法。这段圣经中间，耶稣讲，伊这财主吼，逐工吼，天天拢吃花宴乐，而且逐工咱爱注意，就是讲，逐工是包含安息日的，表示讲吼，已经吃花宴乐，为着满足家己的欲念，连上帝律法伊嘛无要插啦。伊逐工拢咧吃花宴乐。照你讲，伫安息日，人应该爱安息伫上帝同在中间，重新得到快乐，爱甲上帝亲近。但是已经放荡甲连安息日这款的律法，伊嘛无要守。所以伊是对信仰真冷淡啊，对信仰真冷漠，对上帝律法根本都无要插。这是伊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伊对别人的苦难，伊嘛无关心。咱看见着。圣经中间讲，这个财主吼，这乞者会向人来掠到来送到这个财主的门口口，所以这财主常常会咱看到这个乞者的苦境。其实咱看见着这列撒罗伊需要无济嘛，只要这财主将桌顶的一寡饼油啊，互伊，伊就当得到会当改善伊的生活。但是这财主伊无要插伊。伊轻视伊，伊有看到哪当作无看到，这是伊第二个问题。伊对别人的苦难无关心，所以看见到伊第三个问题。咱伫这圣经中间看见到伊享受上帝所予伊的财物，甲亲像伊作爱家己，但是实际上伊这款爱家己的方式错误，互伊到落尾失去永远的活命。咱看见着，当然伊尾仔有甲阿伯拉罕一寡对话，迄其实是有真深的意义。咱另间有机会较来看。但是咱知影伊最后的结局就是伊失去永远的活命。所以伊因为蔑视上帝的律法，蔑视别人的苦难，到落尾连家己的性命伊嘛丧失。所以亲爱兄弟姊妹，咱对安尼爱来做几个调整。第一项调整，就是咱爱调整咱的眼光，咱爱去关注上帝的代志。伫圣经中间，咱有看见到有一个教律法的教师来找耶稣，伊对耶稣讲：“先生啊，
我着做啥物才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耶稣就反问伊讲：你是教律法的教师哦，安尼律法册顶面讲的是啥物？你怎样解说？迄人就回答伊对律法真熟，伊就对耶稣讲圣经中间记载讲，你爱专心、专情、专力、专意听主你的上帝，佮爱听厝边亲像听家己同款。耶稣讲，你讲了无对，你着爱照安尼去行，就会当得到永远的活命。所以其实耶稣甲这个人的对话，甲咱讲两项真重要的代志。有两条听的诫命必须要遵守。第一条就是爱听上帝，关心上帝的代志，咱爱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第二条是听厝边啊，听咱四周围所有当看到的人。啊，这两条诫命是袂当分开的，因为如果咱若甲上帝关系好，咱的确会当知影安怎去甲别人建立好的关系。因为一个听上帝、敬畏上帝的人，伊一定会当甲别人保持好的关系。因为听上帝是一切关怀的基础，然后听正人是听上帝的具体表现。所以这两项是袂当分开的。所以咱第一项，咱爱知影，就是爱关心上帝的代志，关心信仰的代志。其实每一遍礼拜日牧师看大家进入圣殿中间，特别咧领受上帝信息的时阵，牧师拢真感动，因为咱大家拢是用真刻薄的心咧领受，用真敬虔的心咧听上帝的话。但是这也无够，当咱回去到厝里内底，伫咱日常的生活中间，咱犹原爱找时间甲上帝亲近，而且伫咱的生命中间来见证上帝伫咱生命中间的恩典。就是讲，咱常常爱甲上帝建立好的关系，注意上帝的事，这是跟咱的活命有关系。所以牧师期待咱爱常常替咱的教会祈祷，特别咱等下有咱教会其他的牧师6位牧师要就任，这是一个真重要的时刻，因为咱这个团队要正式来成立，牧师团就是要尽力来帮助大家明白上帝的心意，甲大家做伙拍拼伫上帝国的事工。所以大家爱常常为着这个牧师来祈祷，为着牧师团的合一来祈祷，互咱能共同去追求上帝的心意，然后互咱的教会真真正正成做台湾社会良心甲愿望。这是咱爱关心的第一件代志。第二项代志，就是咱爱调整咱的眼光，对关心咱家己的代志，扩大去关心正人的代志。保罗同咱讲，咱逐人毋通单单顾家己的事，也爱顾别人的事。伫约翰一书第4章嘛，对咱讲，若假使有一个人讲我听上帝，但是却怨恨家己的兄弟甲姊妹，安尼伊就是讲白贼的。因为伊既然无听迄个看会到的兄弟甲姊妹，伊怎样会当听迄个看袂到的上帝？所以意思是讲，咱对听兄弟姊妹的中间，去显明咱真实听上帝。听兄弟姊妹，听正人，就是听上帝具体表现。所以咱爱关心正人的事，因为咱是活踮伫一个充满苦难的社会。亲像我拄则所讲的，咱是活踮一个冷漠的世界中间，但是听会当超越这个。牧师互大家看一个图，这是有一届我去故宫博物院参加一个皇室的收藏的作品中间内底一幅图，我看到真感动，我就甲大家来分享。咱看到这幅图吼，咱看到这幅图，伊迄个色调吼，真安尼。敢是一个真偏远的所在，吼！咱看这幅图中间，迄马啊，拢真瘦弱无，吼！啊，土地敢像也无啥物出产，吼！啊，所以咱会当知影了解来讲，迄是一个真丧乡、充满苦难的世代。但是咱看到这幅图的中心是啥？一对爱人，吼！咱毋知因的关系，但是因是三厅的人，因嫁着这威利吼，两个人伫遐相亲。这幅图的作者吼，咧表明一件代志，是一个无愿望的世代，
一个充满苦难的世代，只有疼会当帮助咱超越的。一对相疼的人，因当克服环境的苦难、困难，去找到迄个愿望。所以，亲爱兄弟，咱知影疼有一种真大的力量，会当帮助咱提开抓着咱眼光、咱目睭的物件，互咱能真实看到别人的需要。关心众人的事，牧师有3项提醒。第一项就是咱要用敏感的心去观察，人的变化。有的人伊拄到困难的代志，伊无一定会表现出来。但是伫迄个小的所在中间，咱若真力去观察，咱会当适时提出帮助。这对咱要去关心别人真重要。我记得我伫即个瑞士咧进修的时阵，阮间学校是一个国际学校，有30几个同学，来自10几个无共款的国家。有的国家对真富裕的国家来，有的是对真爽享的国家来。但是阮生活伫一个消费真悬的国家，就是属瑞士这个所在。所以买物件拢真贵。迄个时阵要联络真无方便，因为迄个时阵佫无啥物网络电话，这物件拢无阮只会当对电脑寄迄个 email 对厝内的人，然后佫听好迄个 email 寄来拍电话真贵，要一张电话卡可能爱台票爱800-900块，而且拍无几分钟就无去但是常常有的人对迄个厝内底人真少年，所以阮迄个行政中心的地下室有3台电话我拢叫迄叫做哭泣的电话亭因为入去内底拍电话厝内拢会目眶红红我头去讲较有人遐软弱其实我去拍厝内拢目眶红红有一遍有一个同学甲我做好，对埃及来的牧师。伊的收入无真悬我听讲伊的一个月的社礼差不多100块美金尔。有一天我就看伊伊平常时拢安尼笑头笑面结果有一天忧头壳面我就去探看卖讲你到底拄着啥物款的代志？头起佫无要讲，我就一直来问来关心伊就讲因为伊要来出国进前有一个未婚妻打订婚伊拍算讲这学业结束了，要回去伊个国家甲伊结婚。结果平常时寄批互伊，可能2-3天就回这个 email 但是有一张批讲寄去1礼拜外还袂回讲毋知拄着啥物款的代志，敢会无爱伊所以就伫遐上东上西烦恼东烦恼西我讲你煞袂拍电话互伊，伊讲迄电话卡伤贵我就想想讲咱对台湾去虽然毋是讲做富裕，但是总是比国家较好过所以我就去买一张电话卡用一个信封来缀咧就送互伊做礼物。伊接到迄张偌欢喜的马上就招我去迄个哭泣的电话亭，我要做伙拍啦，做伙拍电话我讲你有哪拍若拍春的较让互我拍啦结果伊一拍联络到就一直讲讲讲佫摕互我讲其实我听无伊咧讲啥但是我讲几句交互伊，佫继续讲我看迄个数字一直点讲我迄电话卡我无去但是伊做欢喜的讲了我就讲到底拄着啥物代志伊讲原来因未婚妻住的所在停电停1礼拜外所以无法度电脑拢无法度用电话佫拍会通所以伊足感谢我的我就摸的好佳哉无留我金但是伊尾伊送我一领因埃及人咧穿的衫我另眼较穿互恁看对即个代志我就去体验着讲，真正你爱详细去来观察有时点无要讲其实心内有问题无解决咱既然会当去来观察，有敏感的心去了解伊的需要来伸出援手，会当带伊足大的祝福所以这第一项。第二项就是咱要用同理的情去体谅，
咱拄则所看迄个耶稣所讲的故事，迄个财主吼，其实伊毋是无帮助即个乞食嘛，伊至少伊阁有一寡物件落咧涂骹，互伊捡嘛。但是主要是吼，伊拢无去同情对方。如果即个财主伊会当徛伫对方的立场，讲如果我若亲像伊安尼遐尼送香，啊搁破病，啊搁遐尼侪人轻视伊，伊若咱徛伫伊的立场来看，可能即个财主就会当适时互伊帮衬。咱常常吼，就是拢无徛伫对方的立场去看代志，至到咱会轻忽对方的需要。第三项，除了爱有敏感的心，有同理的情，咱咧听人，咧帮助人，爱有智慧啊。有时若无用智慧吼去做，有时阵会伤害到别人。啊，有时你想要帮助伊哦，伊有可能摕遐钱去做歹代志。咱知影即马骗子足济嘛，吼！我迄阵伫台南大专中心服侍的时阵，台南大专中心伫迄台南的后火车头无偌远的所在，所以阮常常咧拄着一寡人皮包仔放去吼，啊要买车票转去，拄着遮个人，啊你都无法度分辨讲这人到底是真诶也假嘛。啊所以吼，你要摕钱来帮衬，啊去惊伊是要来骗啊。啊有时吼，你毋是讲互伊骗遐个钱尔呢，伊有可能摕遐个钱去做歹代志呢。啊所以吼，咱拢爱真细腻，爱用智慧啊。啊因为我毋惊麻烦啊。所以若拄着即个吼，若要买车票的吼，我拢会送伊去车头，啊，拢来买迄个直达车的车票，啊，搁送伊上车，啊，搁来再见，吼。啊，伊若真正无互我骗，啊，伊就当得到我的帮助嘛。啊，若真互我骗，伊就搁去遐找另外一个人来送倒台人。啊，当然咱咧帮助别人的时阵，爱有智慧，吼，因为有时阵吼，咱想讲咱人帮助，结果去伤害到别人的自尊，这嘛是爱注意。啊，所以牧师期待咱大家会当关心正人的事，爱用敏感的心，用同理的情，用智慧的听去帮助，才当真正将咱的听落实。最后一项要甲大家分享的就是，咱调整咱的眼光，爱自行去看永远我的代志。这在做好头前两项代志，你关心信仰的代志，关心上帝的代志，佮关心正人的代志，就是对家己生命的关心。吼，拄则牧师讲迄个甲耶稣基督对话迄个经学教师，伊讲。如果咱会当听上帝，尽咱的气力去听上帝，佮会当尽咱的气力去听厝边亲像家己，咱就的确得到永远活。这是咱上界大的一个祝福。咱用尽咱一生的气力，虽然咱的人生是有限而且短暂的，但是用这个有限而且短暂的人生，会当去换出一个永远的活命。咱需要听上帝，佮听正人。今日是咱教会所定的关怀主日，咱为着西罗亚诗班以及牧人的事工来关心。西罗亚诗班拄则有报告过，因常常会去到病院、家的所在去甲需要信仰的人分享。咱支持因，互因做好的事工，像是来关心其他需要的人。我相信透过安尼，咱的教会才做一个敬畏上帝、会当听人、互人得到祝福的教会。咱等下也要举行咱牧师团队的就任，咱常常替咱的教会来祈祷，互咱的教会真正会当荣光上帝、祝福人。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大的恩典。阮真实感谢你，你伫万百姓中间拣选阮，成做你的囝儿甲查某囝。阮有福分会当怜悯你，有福分会当利用阮短暂而且有限的人生，去追求永远活的愿望。求主赐福保守看顾阮，上人教会每一个兄弟姊妹，
互阮拢会当敬畏上帝，拢会当听人，透过安尼来得到祝福。阮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咱再来吟圣诗回应上帝的听，圣诗第317首，圣诗第317首，你若欠缺真失望，请起立。心来奉献。
请起立。咱再来祈祷。之前主上帝，阮每一个人拢是领受你听的百姓，你也假使阮，叫阮都爱听出兵亲像家己。愿阮每一个人也拢有彼此相听的心，来显明阮实实在在是你的门徒。答阮为着教会的圣工，今日也为着蒙朋友联谊会以及西罗亚诗班的事工。阮奉献金钱伫你的面前，愿你接纳阮的奉献，利益伫主你的圣工。愿安尼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即条咱要来进行牧师团队的就任式，咱搁一遍三甲来吟圣诗，圣诗第226首，圣诗第226首，愿搭伫主圣殿，咱三甲起立来吟全首。来主持。
对我个人来讲，要牧会是一个真困难的代志，因为要面对无共款的兄弟姊妹、无共款的价值、传统、习惯。要食做一群同工，我想搁较困难，因为每一个牧者的背后，拢有伊的专长，也是讲伊的价值。要食做一个团队，是一个真无简单的代志。兄弟姊妹嘛无简单，因为伊嘛要适应，毋是过去一个牧师对修理水电对爬去厝顶跳来跳去修理厝遐到扫地到伫教会讲道，迄个牧师的模式，伊可能有无共款的专长区域。我想会友嘛爱适应无共款的牧者。我相信咱的教会伫过去已经形成不止久的团队服侍。那即个服侍嘛，望伫我会记咱无久以前才庆祝100周年了后的100年老店，要若有新的气象、新的开张，毋是干那只欢喜讲咱破纪录，因为咱有上时6个牧师就任。我想咱搁较大的期待，是希望咱的教会继续伫即个土地、伫即个所在，有缘继续扮演，互上帝名得到荣光，互即个土地人得到福气的教会。愿上帝祝福咱，也帮助咱。即是咱照咱的教会法规，爱来设立咱有6个牧师的上任，有施淑玲、戴玉信、梁维珍、彭英道、杨新泽，甲邢中望6个牧师的就任，因要担当少年教会的牧师，交代担当住所交代性质，所以这时请咱的牧师团伫信徒甲伫上帝正人来使用。恁有确信新约甲旧约的圣经是上帝话，做你信仰甲责任唯一的根据啊无？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伫教会中独独伊做主。既若教会中特定号职务，就我靠伊来设法，恁约要安尼啊无？恁有接纳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承认的使徒圣经、尼西亚圣经。甲卫斯敏士德信仰个别，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信仰个别啊无？恁愿意做双年同会牧师，有确信这是上帝旨意，要尽忠心尽职来传福音，一世人归荣光上帝，立伊的圣会啊无？长老教会是起造伫上帝话，说使你以后所信所传所行无照教会法规。你经降服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规则啊无？好，请坐。这是我代表中会员唤起咱信徒伫即个时阵，也是咱甲上帝诚心奉献立志侍奉的时，所以即点爱请少年教会的信徒来起立来侍奉。恁有相信煞个别耶稣基督做救主、做教会头啊无？恁已经聘请6位牧师，诚做恁的牧师。恁有诚实欢喜接纳伊、敬重伊、疼痛伊、体贴伊、替伊祈祷，互因同工兴起上帝国，煞降级因，通互因利益教会。恁约要安尼啊无？因用上帝道理教示恁、劝勉恁、警戒恁、培养恁，照法度料理教会，恁着谦卑来承受顺叹。恁约要安尼啊无？关系保持教会特殊，若双方有失错，应该通知互小会通设法，毋通四界报扬，致到妨害教会大局。恁约要安尼遵守啊无？咱三个来祈祷。
做完诚心伫你面前献上感谢，每一摆的呼召拢是对你来的感动。每一摆你看见羊群的需要，所差派牧者到伫阮的中间，阮拢献上阮的感谢，因为阮深信，因是你所拣选，是你爱因背十字架来跟对你的羊牧者，所以欢喜诚心尽职伫你面前。祝愿欢喜看见因同心伫你面前的誓约。我要求上帝你对天来智慧帮助因，分过来的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因会当谦卑伫你的面前，用祈祷来到你的面前，来保持甲你的关系，互因会当同心甲主任牧师、蔡牧师合一，来兴起你的教会，互即个教会搁一届受尊最悬，互人搁较侪来认捌耶和华上帝是王，是主，是牧者，是山济，是道闪的所在。主啊，愿你亲自来掌权，保守遮每一个伫你面前的牧者，互因有对你来柔软的心，看见羊群的需要，帮助羊群经历因伫欢喜、伫忧伤、伫流目屎的时对因的陪伴，互因会当深信，因伫孤单的时，上帝所赐的天使牧者来扶持因、帮助因，互因会当伫生命顶悬搁较深来经验你的真实，互因会当搁较知影，因受你呼召，毋是要享福，乃是欢喜背因的十字架来跟对你。主啊，求你圣神帮助阮，互阮伫遮三甲有份，伫即个值得阮纪念感谢日子内底，求上帝你亲自用圣神来膏抹遮牧师的喙，因的心，互因会当有大有权能为你来做工，互因讲出上帝你的话，毋惊人，单单将你的话开帖伫百姓的中间。求你嘛，互你的羊群会当对牧者所讲出的话语谦卑领受，因为因深信这话是出自上帝，要造就、劝勉、劝诫兄弟姊妹，互阮的心得到把助，互阮有气力来跑走这条道路，互阮有能力来认捌创造天地上帝，伊怎样用伊的话来提醒、教示、安慰、帮助阮。主求你，互阮所做一切工伫你面前得到接纳，愿你亲自来掌权，互阮无论是伫欢喜、艰苦、伫富足还是卑贱，拢无袂记即今日的誓约。对你所领受交做一个牧者，互因尽职伫你的面前，通互你称作尽忠的奴仆。伫你面前献上感谢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即时嘛要请咱的牧者拢起立。我用耶稣基督的名，甲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官兵，接纳恁做相连同会牧师，煞通知正信徒知，牧师的职分甲官兵是照台湾基督长老教会宪法甲规则交代恁。当恁受设立做牧师，着照顾上帝教会羊群。都无兴起上帝国，着谨慎你本身以及你的教士，常常关心伫遮的事，因为安尼行，就要救你本身甲听你的人。阿门。请坐。接续咱要来接纳，咱就照咱旧部的顺序，大先来请特会员，然后本总牧师以及咱本会的长老。
来，在座有本庄的牧师无？好，咱要来请这6位牧师团来讲因的就任诗。所敬听的中会议长、调会员、主任牧师、各位长职、主内兄弟，大家平安。感谢天父上帝，拣选阮诚侪伊的仆人，为基督做工服侍教会，也感谢圣神奇妙带领，互阮得到双连教会小会聘任，邀请阮甲双连教会正中级信徒做伙同工，高举耶稣，传扬福音，带人信主。伫即个神圣的时刻，阮毋但只是欢喜接受聘任，上时反省阮家己。虽然阮有台湾基督长老教会所规定的牧师资格，外表看起来也好亲像已经准备好，但是只有上帝知，其实阮有阮家己的骄傲甲欠缺，阮也有阮家己的软弱甲错误。当阮徛伫上帝面前，阮知阮家己的无够格，阮绝对毋是一个完美的牧师。伫真侪项代志，阮有可能会互教会失望，有可能会互主任牧师失望，也有可能互其他的牧师失望，甚至有可能互阮家己失望。总是阮要感谢上帝，阮知阮会当诚侪牧师。毋是因为阮的完全无下事，也毋是因为阮有专业的才能甲表现，反倒当是因为上帝丰盛的慈悲甲完全的怜悯赦免。阮完全明白，阮只不过是承受得到上帝恩典的罪人。上帝竟然愿意赦免阮的罪。怜悯阮的软弱，用恩典接纳阮遮的不配的基督徒，诚做牧者来侍奉伊的教会，服侍伊所疼痛的百姓。所以，阮今日用感恩的心徛伫这个所在，感谢上帝赦免，感谢上帝敬调，感谢上帝怜悯。阮也深深多谢少年教会正中级信徒接纳，多谢大家愿意伫未来日子吞忍包容无教业的所在，恳求充满恩典的上帝，踏实大家怜悯引传阮，也帮助阮的家庭，甲阮所牧养的牧区甲事工，拢会当成长，并且有上帝美好的见证。双连教会是设教103年的教会，是一间健康、成熟、佮稳定发展的教会，也是一间注重宣教热情、以爱分享耶稣疼世间人的福音的教会。相信伫上帝感动佮主任牧师宣教异象的领导下面，阮要尽心，阮要尽性，阮要尽力，阮要尽意。
衷心来服侍上帝，兴旺耶稣的福音，牧养常年教会信徒，成做基督的精兵。今仔日，阮伫上帝甲常年教会众兄姐面前誓约，愿圣神甲咱敬大家三甲做见证。牧师团搁一摆感谢大家，也愿上帝平安喜乐，甲每一个人同在。那样将这一切荣光归伫咱的上帝。接下来，请蔡牧师来报告甲介绍来宾。大家平安。咱来看咱的周报的第6页。今日是咱本会所定的关怀主日，特别为着谢拉诗班甲亡灵的事工奉献。请大家继续关心第一这个事，会当伸出咱的手来关心咱身边的亡朋友。第二，今日真感谢中会议长陈忠仁牧师、书记沈俊成牧师以及过去陈无林长老、中委蔡玉明长老，伫咱今仔这场的礼拜中间，为咱主持教会的牧师的就任礼拜，互咱大家当同心合意宣扬主的帖头，来兴旺福音。伫遮特别代表咱的教会，大家的会员，谢多谢。第二项，咱来看具体关怀的部分。本会的会友王建良兄弟，伫10月23安孝主怀，定伫11月初5下晡2点半伫第2殡仪馆真爱第2式举行入幕甲火化礼拜，而且定伫11月12拜六下晡3点伫10楼礼拜堂举行告别式，请大家关心带到而且参加。第二，本会的吴世谦长老已经伫10月24安孝主怀，而且伫28伫台南殡仪馆举行入幕火化礼拜，而且定伫11月初5拜六下晡2点，伫本会的10楼礼拜堂，咱来举行安慰礼拜，请大家关心带到而且参加。而且特别报告，则要邀请家庭团契献慰诗，所以家庭团契的客友伫拜六下晡1点伫9楼练诗，请大家尽量参加。搁另外，咱来看后一页，伫第8页的圣乐委员会消息，由本会甲台湾管风琴协会合办的优秀会员音乐会，定伫本主日下晡2点半，伫10楼礼拜堂举行。本会为嘉玲老师甲李婉纯老师共同演出，请大家会当来听、来欣赏。我简单报告到这，这个时阵来介绍新的朋友。伫咱中间有洪子超先生、洪子超先生，毋知坐伫倒位？哦，伫外面吼，咱拍鼓啊，来欢迎伊。还有李淑如、李慧玉、律师吼，坐伫遮吼，欢迎你，欢迎你。黄明明姊妹，明明姐，好，伫遮吼，后壁遮吼，欢迎。叫张珠霞姐，伫后壁遮吼，欢迎你。其他到第一遍，甲咱做伙敬拜兄弟姊妹无介绍到的。好，来，
请好。汪建良兄弟的太太哈，应该替因这个家庭祈祷哈，愿上帝亲自安慰。这时阵，咱同心来祈祷。是阮的主，阮感谢你，阮透过今日的敬拜，领受你的信息，也相时也看见到牧师团的就任，透过因的就任时，阮真清楚，主，阮要形成一个团队，就是要荣光你的团队，要互万民得到祝福的团队。求主赐福保守看顾相连教会，互阮伫你的听顶面建立，互阮伫你的听顶面会当宣扬救人的福音，互阮伫你的听顶面真真正正成做即个城市、即个国家的祝福。求主赐福保守看顾所有的兄弟姊妹，互阮的心心灵拢得到主的看顾。阮特别将西罗亚诗班以及望朋友交代伫主的手中，求主因带保守看顾，互因所推动的事工得到主的欢喜，互万百姓得到祝福。阮来祈祷，奉靠主耶稣圣主的名，阿门。撒迦利亚上营第509首，509首，乌鲁天父万福本愿，请起立。咱吟诗后，请带进道牧师来祝福祈祷。愿天父上帝恩典慈悲，耶稣基督的拯救疼痛，圣神的感动扶持相通，甲咱大家三甲伫地，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会将游园徛地，请地会员退场。会将请坐，灭倒社温，强受苛刻。